成年人的崩溃，都是静悄悄的，不敢跟家人说，不敢跟朋友怨，甚至不敢在房子里哭出声。白天装作若无其事，晚上咬着被子掉眼泪。最讽刺的是，第二天闹钟一响，还得擦乾眼泪，继续上班。白天装作若无其事，因为你倒下了，没人会替你扛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些静默的眼泪，恰恰证明了你有多坚强。每一个若无其事撑过的日子，都在为未来的你积蓄力量。